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23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股整體繼續保持強勢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創出49,633點新高，標普500指數亦突破6,986點歷史高位，反映大市喺高位持續整固，同時仍具備進一步上探嘅動力。納斯達克指數雖然仍然處於試頂階段，但預期經過一輪拉鋸之後，亦有望挑戰去年第四季高位24,020點。市場目前嘅基本情景係高位橫行震盪，上星期交易表現較為參差，沽壓略為加大，但暫時未見明顯轉弱跡象。三大指數累積咗相當可觀嘅升幅之後，正進入高台整固階段，波動性可能會下降，短期調整風險仍然存在，但整體偏強嘅格局未有改變。美國勞工市場同製造業數據表現亮眼，上星期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只有19.8萬，低過市場預期。1月製造業指數升至7.7，而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更加轉正至12.6，兩項數據都好過預期，為大市氣氛注入正面動力。美股正踏入財報季，市場同時觀望聯儲局會議結果，預期會左右短期表現。人工智能投資熱潮持續，雖然商業化潛力仍需要時間驗證同消化，但已經成為支撐科技股同整體指數嘅重要驅動力。國際形勢雖然仍有變數，但整體仍屬可控範圍，暫未見重大利淡衝擊。不過，儘管基本面穩健，高估值已經成為隱憂。科技公司估值偏高，即使財報表現理想，亦未必可以進一步推升股價。一旦業績不及預期，就有較大回吐風險。市場預期聯儲局喺今年上半年維持利率不變，令指數出現高處不勝寒嘅情況，沽壓可能會逐步浮現。另外，特朗普政府要求科技巨頭自行興建電廠，以應付 AI 基建嘅電力需求，勢必增加相關企業成本，短期內對科網股估值構成壓力。加上達沃斯論壇、貿易政策、地緣政治風險升溫，以及美元信用疑慮引發資金外流等不明朗因素，亦可能令大市喺高位表現更加反覆，甚至觸發調整。綜合嚟睇，美股現階段處於強勢下嘅高位震盪，技術面同經濟數據提供一定支撐，業績期同 AI 主題預料會繼續主導上升動能。不過，累積升幅龐大，加上多項政策同地緣變數，令短期回調風險不容忽視。投資者宜密切留意財報表現同聯儲局動向，若果冇重大負面驚喜，大市有望繼續喺高位徘徊或者溫和上行。相反，如果沽壓明顯加大，就可能出現溫和調整。整體市況仍算不俗，但需要審慎管理風險，喺樂觀同保守之間取得平衡。